呢個係敵人，而呢個就係主角。打交啦！好，你要打交，決定就咁樣啦。打得好熱烈，有飛咁樣空中之戰。敵人叫做黃之空，主角叫做救福之王。走啊！哼 ，This is true 功夫，你打唔贏我嘅。嘲諷100年後，超級無敵生死之戰嚟啦！重新嚟啦，練咗好耐，今次仲勁啊！佢成年咗啦，繼續喺度打到死。今次我生死之戰啊嘛，一定會有人死嘅。敵人定係死人？唔到止！哇！好痛，一定好痛。主角就會咁樣死。好痛㗎，咁樣夾人打，飛天，好痛！開心的飛天。全死佢！好勁！大家，我要死啦！呢個戰鬥場地真係好勁啊！哇！好慘！哇！出國！哇！死咗啦 ！Yes， 敵人死咗，救贖之王贏咗。二咧，要先有直線。一定超攰。呵。